来继续来看这个金门，伫这个9月底恢复到中国客自由行。最近就有超过2万的中国客到金门来观光，讲嘛出现着交通的乱象。伫个金门的街路顶，常常看到骑电动车的中国客共闯红灯，甚至违规共骑入去地下车道，非常的危险。后军啊，这个议员伫个议会来质询，要求警方爱加强宣导处理。 一名中国人骑车进入金门桃园路的地下车道，严格因起来不是一般的奥多摆，是免驾照买当骑的电动车。严格其实这个所在禁止骑车。这个现象，这个乱象，你们有看过？在路上有没有看到？看过？他们没驾照可以租电动车了。金门就是很多的一个乱象，就是并排，还有在我们机场的地下道。 整个那个下地下道这一些部分，金门9月底恢复中国的自由行，最近累积超过2万个中国客观光，街路顶嘛拢看到中国客骑电动车世界形影，严格嘛常发生冲红灯，或者是走入地下车道乱象，一项议员挡袂掉啊。因为我讲电动车是袂超速啦，咱有只固定的一寡车闯红灯的，会超出迄个测速照相机啊，你。 刚队长，你若要摕相片嘛，所以1个月以后开始摕相片嘛，人已经都逮了啊，你球场无门啦。相对中国客交通违规，金门警方到11月底已经抓到64件，虽然辛苦执法，严格罚单伫1个月后寄出去，中国客早就拢已经登去中国，根本罚无人。我们已经移至现有禁止机车的一个标志照路口的一个明显处，持续透过微电车相关的一个租赁业者来加强对路客做一个宣导。关公已经调查，业者是趁家有细细，相关单位也已经确保通行的秩序，避免乱象搁再发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